提醒观众朋友，还袂注疫苗的，爱赶紧去做哦。伫新竹有一个1岁婴仔，今年5月确诊，经过治疗了后恢复健康，想袂到最近搁再确诊第2摆。医生发现讲，这婴仔这摆病毒量平顶会搁较悬。医生也烦恼讲，是毋是婴仔为着新冠病毒产生抗体能力有较歹？这1岁婴仔第5月捌确诊过，最近因为发烧，体检了确定第2摆确诊。医生发现 CT 值竟然比进前较低，烦恼敢是婴仔感染新冠病毒了后，产生抗体效果较歹，提醒家长要注意。不是代表说你感染过了1次的欧米孔之后，就不会再得到欧米孔，而是因为不同的亚型，它会有免疫逃脱的机制。以至于你身上产生的抗体可能不足以对抗这个新的亚型，因此也会造成第2次感染的状况。病医讲，这婴仔有先天心脏病的病史，算重症高风险的族群。第2摆确诊了后，目前当咧儿童专责病房治疗。尤其是就是本身是有心脏病病史，或者是像是一些神经发展有问题的孩子，或者是肥胖的孩子，在确诊的时候，尤其要格外小心一些重症的发生。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，新竹这个例算是较特殊的个案，对国外儿童再一次感染的研究来看，重症参死亡拢比头1摆感染较低，家长唔免伤过烦恼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